这个非洲猪瘟疫调小组调查结果，确认这个疫情并无扩张的状况。初步研判，这个病毒的来源甲喷资料无彻底有关系。若台中市大主大意清消着非洲猪瘟的案场，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要求要提出着完整的说明。地面还未完全干燥，不知是否是受到那个昨天消毒的影响。那我们会在下午再观察一次，如果未达我们采样的一个指引，我们会择期会再去进行采样。以上补充说明。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哦，就是在中央应变中心成立，那非洲猪瘟的应变中心成立以后，在中央有中央应变中心，在地方有地方的应变中心。台东市的非洲猪瘟应变中心的指挥官是卢市长，所以针对这个台东市政府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应该是由台东的地方的应变中心去做详细的调查。我再次强调，做详细的调查，而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两句话说可能是误会啊，或是误听啊，这样的一个字眼，我们希望他有一个详细的调查。那后续我想以中央应变中心的角度，我们会要求那个地方的应变中心要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调查报告。台中市政府嘛讲会祭出着严格处分，绝对无容忍任何扰乱防疫的行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